这是给真爱粉的超大号打包盒，这个是给小黑黑的迷你打包盒，等等。有小朋友问我这个是什么，偷偷告诉你们，这个就是成为我真爱粉的暗号哦，别告诉小黑黑。今天的妮妮打包，我们先从小黑黑开始。首先来一块乌黑的泥打底，你们能看出来主播捏的什么吗？小黑黑每次都不给主播小心心，那这个蚂蚁和苹果核也给小黑黑吧。小黑黑的打包完成，赶紧发走。再来看看真爱粉的史莱姆打包视频吧。先来一大坨梦幻蓝紫色的假水打底，再来一层紫色泥泞做中间的夹心层。这坨蓝色假水又大又闪，通通装进盒子里。对了，再给你来一份起泡胶。这样一份颜值超高又好玩的金泡假水就完成了。真爱粉除了有好看的假水，还有赠品哟，一份幻彩人鱼尾巴，一份迷你流沙人鱼尾，最后再来一份幻彩贝壳。真爱粉的也打包好了，你们想不想要呢？点亮小符号，成为主播的真爱粉，你也可以获得专属于你的定制史莱姆哦。